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咱作为起立了，咱来学乐咱的主，咱的上帝吼。主你的主爱比性命较好啊！来，手接我来。主你的主爱，主你的主爱比性命较好。主你的主爱比性命较好。我要用嘴唇来学乐你，你的主爱比性命较好。主你的主爱比性命较好。主你的主爱比性命较好。我要用嘴唇来学乐你，你的主爱比性命较好。奉主的生命来举起双手，奉主的生命来举起双手。我要用嘴唇来学乐你，奉主生命来第20个来一遍啦。奉主的生命来举起双手，来举起双手。奉主的生命来举起双手。我要用嘴唇来学乐你，奉主生命来举起双手。阿爸婆啊，将荣耀归给咱的主，咱的上帝哦。咱来举起双手，就是要来领受上帝的救恩吼，临到伫咱的中间。咱也要来宣告主的话，伫咱的中间，要来成做咱的帮赞，咱的开来，咱做来宣告来。耶路撒冷啊，要称赞上主；锡安啊，要上赞你的上帝，因为伊坚固你城门的门窗，祝福予城内的人。伊互你敬拜平安，用上好的马，互你食饱。哇，安尼有好无？足好的吼！来，上帝啊，求你监察我，在我的心思考验我，在我的意念，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行为，带我行永远的道路。哦，所以这位上帝是啥？互咱有平安，互咱徛起会通伫遮安息，互咱有满足哦，好像互你食甲饱吼。所以监察人的心思意念，看咱有歹所行无。所以咱爱时时伫遮来想讲啊，我讲的即句话，我所做的即个动作，所做的行为，是毋是有得罪上帝你？若有，求你来赦免哦。咱开声来祈祷，来开你的声，咱来学乐来感谢咱的主。感谢主，学乐主，互阮有会喘气，有气息，伫遮来学乐你，伫来感谢你，愿主你来祝福，互阮早起伫遮来举起阮的双手，伫遮来学乐，伫遮来敬拜，愿主你施恩伫阮中间，听阮的祈祷，帮助阮来经历，感谢主。想赐阮有教育的美牛，想赐阮有平安的上帝，阮感谢学乐你，互阮通伫主日的透早，阮做伙来学乐敬拜，愿主你设立你的宝座伫阮的中间，阮感受到你的同在，感受到你所想赐的快乐，帮助阮经历你的平安、祝福满满。也阮用阮的罪来到你面前，测验阮的心思意念，是毋是有歹所行？互阮的心思意念拢有属上帝的意念，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
咱要来恳求上帝来帮助哦。伫你中间需要有医治来帮助无？咱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讲。主的是临到我，因为伊应由我，互我传好消息，互散赤人。伊差派我宣布，受掠的得到头棒，无看见的搁看见，受压迫的得到自由，宣布主恩惠的年。主的话要宣布，咱会通称做是一个自由的、得到头棒的哦。所以咱伫常常伫这个方面，都是咧代表咱的全人、咱的全人哦，包括咱的灵、心思咱的感情、意志，甲咱的身体咱恳求上帝的帮助。如果你伫这中间需要主帮助来祈祷经历伊的医治自由的你念会当徛起来，还是坐咧，拢好，无论线上咱现场的咱感谢主看像长老伫咱中间咱会通伫遮做伙来学罗敬拜是偌呢幸福咱会通伫遮做伙来祈祷你若有需要，你就徛起来咱的同工长老就为你来祈祷你会通举手咱就知影，还是讲你举手者后边，咱做伙来祈祷，开声来祈祷。你手汗咧，伫你无爽快所在，主啊，阮奉你名来到你神的宝座前，恳求你神赐福帮助阮。主啊，你是阮的大医生，你是医治阮的主，你帮助阮。阮奉你的名来到你神宝座前的时，祝你医治的权能充满透棒，阮会通得到自由，阮的灵得到自由，会通来到你神宝座前，伫遮大大开喙来学罗你，感谢你，愿主你的圣神充满伫阮的中间。阮透早起来就充满你的望，充满你的医治，充满你的平安，充满你的祝福。你要互阮得到食饱，以外，阮的心灵也要得到饱足。愿主你赐阮祝福。主啊，你的圣神就运行充满，忧伤的你要互因安慰。主啊，因伫迄个失望的你要互因望。主，因伫病痛的中间，你要互因得到医治。无不安的你要互因平安。愿主你神。主啊，阮感谢你，阮来到你神宝座前，就是要得到怜悯，得到医治，得到供应，得到你的平安。主啊，阮心肝常常失落平安，道在跨入阮艰苦的事嘛。主啊，阮恳求你来帮助，刷阮的焦点伫你的身上，因为你是大医生，你是富裕的阮的主，阮的福气无在伫你以外，你是阮幸福的源头。阮感谢你，阮来求君你，来学罗你，愿主你来祝福伫阮的中间，听阮的恳求，也应允阮所欠缺的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最后要来为着主意来守望，咱的调整这时间，拢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不过咱的习惯会通自然咱用主的话做伙来提醒咱，做伙来。着继续迫切祈祷，祈祷的时着警醒，着感谢，嘛着为阮祈祷，求上帝互阮有传信息的机会，通宣扬基督的奥秘。我是为着这个这世家，着为着我祈祷。互我会当将应该讲的奥秘讲清楚，互咱会通，毋是干咱牧师讲，互咱每一个人，你要甲人说问听，免扭转迄个话题，互伊化主印信。这个7字真言口诀就是要安怎互人会通直接来认捌主顶礼拜有甲处理长老去探访过去一个慕道友，面对迄个哀慕，面对迄个过去这3个癌症真正辛苦伫迄中间带这伊毋知伊年纪要偌济，总是我问伊讲你要爱牧师为你祈祷啥？伊讲当然嘛是身体，我讲身体除以外咱需要有喜乐喜乐就是上好的啥？上好的药所以感谢主伫迄中间带因祈祷，甚至甲因分享，甚至伊兜带因翁仔某
伫遐来接受耶稣成做因性命的救主吼。咱看的人伫软弱中间，真正需要上帝的话，所以互咱得时不得时，咱会通伫遮甲因分享上帝的话。所以为着今仔日所有牧师要传讲的聚会，咱的学乐敬拜，好好啊学乐，好好敬拜，圣诗嘛会当好好学乐敬拜，知无？哦，献诗的拢要伫遮将一切学乐归予咱的主，咱的上帝哦。即礼拜三有祈祷的见证会哦，吼！即礼拜三，咱一个月敢一遍的祈祷见证会，咱来听看觅，咱的兄弟姊妹安怎伫祈祷的中间，大家同心大祷来经历上帝医治，经历上帝的讨棒，经历上帝奇妙的作为哦。那为着地区一位长老小组长林亚晴甲陈奕迅为着遮的组员吼，咱得做一个转型，也是讲伫这世代的改变中间。也保守咱对上帝热情无改变，咱恳求上帝来帮助咱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愿奉你的名来到你的身不做成，就是要直接来得到主的帮助，得到你的恩典，得到祝福。哈利路亚！愿主你神所伫阮中间掌管伫你的教会，主啊，互你的话会当传达互这个人听了你的话，当得到自由，得到头发。阮今仔日会当好好，无论啥物境遇，拢来学罗你，感谢你，愿主你来神所帮助阮。哈利路亚！愿主你神所伫阮中间，互阮伫礼拜的中间焦点就是伫你，让阮伫你面前恳求。哈利路亚！主，我感谢了你。主，阮陪伴阮的心来到你面前，恳求你伫遮，甲阮三甲同在。可能阮行业的时阵，都有身躯病痛、烦恼不安、忧愁。总是来到你面前，主你的话对阮呼召，讲紧劳苦担重担的，会通来到我遮，我要互恁得到平安，得到安息。愿主所互阮伫礼拜中间拄着你，感受你的同在，你的圣神赏赐互阮对真理会当认捌，真理要叫阮得到自由。感谢主，阮也要同心用主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讲。愿你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伊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就对上主唱新的歌，伫圣的子民的聚会中称赞伊，以为用救恩做谦卑的人的砖塔。愿圣的子民因为所得到的阳光来欢喜。请咱即时做伙来吟圣诗，圣诗第248首，我的上帝，全能君王。请会众起立，咱来吟全首。上帝全能君王，
来受基主爱母亲，是阮的一切受造，热心感谢，免罪恶路。请咱这时当心来祈祷。全能的阿爸爸上帝，我要称赞你的名，你是圣哉，是尊贵荣光、有权柄的上帝。伫你一切的所做拢公正，你的作为充满仁慈。伫你一切的应允，信实通靠。你也疼惜你所创造的一切。上主啊，我要宣告，你是阮的帮赞，阮的盾牌。感谢你用恩惠甲公义救阮的性命，脱离死亡，互阮的目睭无搁流目屎，阮的脚无搁绊倒。感谢你每一日加添恩典丰富阮，赏赐新的性命，将甘露降落润泽，互阮亲像百合花开花，亲像黎巴嫩的百香树顶根。上主啊，阮学了你，因为你是阮一切福气的源头。求你来加持阮捌你的规律，专心追求无偏离你的诫命，互阮成做有智慧的人，会当明白真理，行伫上主正直的道路。阮感谢主耶稣基督你的救恩，成做阮信仰的仰望甲依靠。阮要谦卑来认罪。用悔改的心，回头归向上主，求你也赦免阮隆重的罪，用恩典接纳阮，恳求圣神引带阮，敬畏主，成做智慧，离开歹，成做聪明。求主的目睭监察阮所行的路，看明引带阮逐人的脚步，互阮所行所做，拢会当活出基督徒的香味。来影响阮四周围的人。主，阮这时也要为着本主日阿加伯领袖小组下晡的中集会，拢求主来掌权。以及拜三的祈祷见证会，愿恳求主感动兄弟来参与，分享基督的听，也会当引带济济慕道友来认捌主，做伙领受甲经历上主奇妙的作为。主，我们也要为着第一区，也就是第一甲第二小组来祈祷，看顾区长、研习会长老以及亚勤育新小组长，求主来祝福，互因伫小组的牧养充满上帝的智慧、聪明甲气力来服侍，互小组长甲组员全家的心灵拢会当平安、健康勇壮。也要为着阮教会中未信主的这亲友来祈祷，恳求主来带领因认捌真理，听探主教示，也有圣心的感动，为主来做美好的工，伫世上做光做盐，互迦南教会会当成做主要大大复兴的教会。主，愿感谢你，也恳求你即时圣神降临，透过尤牧师今仔日所要透望主的话语甲信息，互我会当明白真理，成做阮生活的准绳甲帮赞。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求主怜悯，听阮祈祷。会众请坐。咱即时要来交托启应文，启应文伫圣诗的后面第24篇，也就是诗篇第100篇。启应文第24篇，全地啊，着对上主欢呼，着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着唱俄罗的诗歌来到伊面前，着知上主是上帝，伊创造咱，咱属伊。咱是伊的子民，是伊牧养的羊群。
着用感谢进入伊圣殿的门，就用上赞进入伊的殿院，着感谢伊，称赞伊的名，上主至善，伊的慈爱永远存在。伊的信息刷到万代。咱即时献诗要请第13甲14小组，因所要吟的诗歌是：我要听候耶和华。咱做伙来看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诗篇第148篇第1到14节。诗篇148篇第1节到14节，显着我来读。哈利路亚，称赞上主！恁着对天顶称赞上主。伫悬的所在，俄罗伊，伊的正使者啊，恁着称赞伊；伊的正天君啊，恁着俄罗伊；日甲月啊，恁着称赞伊；
发光的星辰啊，恁拢着学落伊；天顶的天，甲天顶面的水啊，恁着学落伊。才会拢着称赞上主的名，因为伊一个命令，一切就造成。伊将这个安置好势，永远袂变迁；伊定规例，永远袂废无。第7节，恁着对地上称赞上主，大鱼甲所有的深海、细呐甲冰泡、水。甲云雾，听伊的话的狂风，恁拢着称赞上主。所有的大山甲小山，果子树甲百香树，所有的野兽甲精生，虫豸甲飞鸟，恁拢着称赞上主。地上所有的君王甲人民、贵族甲统治者、少年人甲在色女。老人甲囡仔，恁拢着称赞上主。恁才会拢着称赞上主的名，因为只有伊的名受尊崇，伊的荣光搬过天甲地。伊互伊的子民强盛，互伊圣的子民拢称赞伊，就是遐个亲君主的以色列子民。哈利路亚，称赞上主。以上。咱即时要请本堂由牧师来讲道，伊所要分享的题目是“天地同齐，学罗上主”。天地同齐，学罗上主。请咱同心来祈祷，所有的受造物啊，咱着做伙来学罗上主，因为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息到万世代，感谢主，互阮会通用逐方面、逐样的方式，直接来学落你，透过诗人来呼吁，也互阮会通成做迄个呼吁人，来啊来啊，恁着来做伙来学落上主的人，开阮的心窍，明白你的教示，照安尼去行，互阮拢成做得着福气的人。同心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现在大家平安，平安。咱搁一遍会通伫遮来学了主，咱上帝实在是偌尼啊幸福啊！特别看到啊，像长老伫破病过程中间，了会当来到伫这个所在来敬拜上帝，我相信伊心内是非常的欢喜然后，咱透过拄迄首诗篇。诗人安怎伫遮来呼吁咱来啊？咱着爱来学罗主啊！因为咱确实拄着真侪的困难哦。最近恁会感觉天气安怎？会热袂？热就好啊，毋通讲热迄死着拢出来啊！你知吼？实在是真热哦。今年2023年会使讲是全球上热的一年啊！你若看伫迄个北半球，就是大概差不多美国、意大利、希腊，也是西班牙。你若看最近的新闻，拢会当看到啦，拢一直咧报遮有够热到热死人啊！哇，伫迄个死亡谷，逐个热搁安尼好奇，你知无？去迄个死亡谷要为着要甲啥物翕相？甲迄个温度计，翕了咧。去用采访了，讲行无偌久就死翘翘啊！人实在是你是要追求迄个好奇总是伫迄中间咱看实在是咱嘛感受到真热的天气伫咱的中间，所以咱的用电、咱的民生、咱的等等拢会受到影响毋是干那咱人受影响，这大自然你若看希腊加拿大最近会烧一烧着烧差不多2个台北市安尼你若看这个动物挡会掉袂？咱来看这段影片。哎呀，我的天哪！迄鱼仔在跳舞嘛？哇！是安怎在跳哈？
伤少啦，伤少以外，佫有一个原因咯，缺氧。哦，所以你也看哦，伫迄中间，咱看大自然哦，一直咧变化。咱看迄个温室效应哦，温度若升悬，你也看若提高几度哦，咱的海平面就会受到影响。冰山在扬，对无？若要看冰山的，赶紧去看。吼，若无规站一站嘛，可能看袂到咧。冰山若扬咧，会安怎？做大水哦。可能哦，淡水5股8里迄拢无去啊，你知无？哦，台北市可能有可能就是淹一半，还是淹去啊。所以买厝买来桃园，还是来南口吼，拄啊停游艇拄啊好。可能你会感觉牧师咧讲放假是无？确实，科学家在预测，可能未来几十年、50年以来，咱可能就会看见真侪世界的国家。马尔地夫也是真侪哦，像印尼就咧迁都啊，对毋对？所以咱看讲人面对着这环境的威胁哦，特别最近你若看，我早去看的新闻哦，这加拿大、希腊的大火，或者个人所勤俭拍拼落落所得来的这厝体哦，一暝之间都拢无了去啊。所以这动物。嘛是面对着真侪遮个危机哦，所以伫这咱来看今仔日讲诗人来讲来哦，咱所有的受造物，包括天地万物遮个星神哦，包括啥物哦，遮个大自然的，包括动物，包括天顶的、海里的，来哦，拢来学咯。若像即款的环境，你要安怎学咯啊？遮鱼啊，要安怎学咯会起来？迄白纸上要安怎学咯会起来？咱咧想讲，当咱咧甲人讲来来学咯，我当啊嗨惨啊，我咧病痛，我是安怎学咯会起来？哦，顶礼拜去探望，面对哀莫，我要安怎学咯会起来？我讲，咱来求上帝，互咱有喜乐的心，来帮助咱，互咱会通伫遮来学咯会开，好毋好？咱就面对苦难时，你若阁一直哀落，一直哀落吼，迄个病就一直重落吼。所以喜乐的心是互会当上好忧伤的心，互骨孤大。所以你若一直安尼烦恼，一直操烦落，你会发觉讲，我的骨头安尼强要疏伊，强要骨干，强要孤大去安尼哦。所以诗人咱透过诗篇拢总有几篇知无？100，家己边讲150篇啊！到底拢咧讲啥？有这个作者甲伊分做5卷啊！毋是迄一卷一卷哦，5卷册啊！这5卷中间前3卷哦，大概用哀歌、靠调啊啦，伫遐咧主导，总是内底嘛有一寡遮会学落的诗歌。所以咱看内底这诗篇，有包括君王，包括信心，包括真侪，总是若甲分做2大类来讲，分做哀歌、靠调仔的诗歌，阁有咧学落的诗歌。今仔咱看吼，咱即礼拜若到拜六看，就将150篇会甲看完哦。所以一寡作者现在甲分做5卷，好。这5卷呢，可能较细啦吼。所以5卷的中间吼，伊有分到讲到第3到41，有人是讲第1到41，哦，第1、第2卷是讲到律法，你要怎得到福气，然后这2卷是前言，吼，是伊的引言，哦，所以你也看无共的迄个红线吼，所以有分做5卷，头3卷大概拄啊牧师讲的。拢较充满用爱歌，吼，嗨惨的歌，靠了上帝歌，伫迄个中间来主导。总是后壁4卷、5卷吼，就是咱看这5卷的中间，第4甲第5是用学落的诗歌伫遐来做引带，来做主导。所以特别，你若去看这每一卷。大概第1卷、第2卷、第3卷、第4卷，伊后壁吼上尾拢会用啥物？
来哦来哦，咱就来学了这位耶和华上帝哦，伊的信息伊的主啊，直到永远，所以咱就来学了伊直到永远，阿门。所以你若去看这几卷的中间吼，后壁句啊，上尾一章的后壁拢是咧讲啥？拢是讲呼召人来称赞来学了这位上主。然后你来看第146到150，这叫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的俄罗斯。你也看伊第一节到上尾节，第一节上尾节拢咧讲俄罗上主，俄罗上主，所以称作哈利路亚的诗歌吼。大概牧师安尼，互咱知影介绍新若甲嘛，甲对照，当第一卷是对照啥？摩西五经哦，创世纪；第二卷出来记记利未记、民数记、甲申命记，安尼会对照啦吼。当然内底咱看讲，其实团体爱歌吼，海产的歌，团体占44首，个人的占43首。你看150首，两个加起来，团体甲个人的爱歌呢占偌济？87，占偌济？一半较加嘛。总是诗人要直接甲咱讲吼，你要安怎甲你的海产、你的哀怨，要安怎甲转变？你面对现实，然后甲转变成做迄个俄罗的诗歌。所以话伫头前是安尼爱，甲后面就讲来啊，咱来俄罗上主，无法度啊，只有上尾靠即个气力来帮助咱。安尼了解吼，所以。即后壁咱即马咧看的吼，遮个就是较属伫俄罗占大部分，伫遐来引带咱，伫遮来面对人世间有遮个悲惨，也是破病，也是苦难咱面对遮检测，咱会愤怒，为什么问上帝？我哪会拄着安尼？这正常的情绪，咱拢会啦。那正常人拢会表达出即款情绪。特别你若拢有朝运咧做礼拜，有咧祈祷，有咧奉献，你可能会伫迄中间讲，上帝啊，为什么是安尼？后来咱来看讲吼，你知影讲圣经中吼，这毋是脑筋急转弯，圣经中上帝吼，经文伫第一章？诗篇117章，117篇吼。200哪点？上长的呢？119哦，伊拢总176节哦。咱想讲伫圣经显落拄啊正中，知无？118，家己边讲118，拄啊圣经中上中的一章，安尼知无？大概安尼甲记起来就好啦吼。所以，互咱知影讲，咱咧读诗篇，分做5卷，头3卷是啥？较侪啥？哀歌靠调啦，4、5卷诶，俄罗，所以尾仔俄罗诶诗歌是占真侪，特别伫146到150，所以伫遮，咱来是讲哈利路亚，啥物意思啊？后来，所以后壁会讲到，不要紧，咱免想赶紧啊，好，来，所以今仔日咱要透过诗人，为什么要讲来哦来哦，咱来学了上帝啊？你要安怎转换你的心情啊？对你安尼害甲袂害的安尼吼，大家讲无试看卖啊？试看卖讲学了会通带有啥物？所以你要来认捌，甲学了这位创造万行有的上帝。所以诗人作者伊讲来哦来哦，天地万物，你敢有看到鸟仔在学了？你袂晓听尔啦，是咱袂晓听啦。去迄个溪头大的时候，你早起就叫我起来讲来哦来哦来学了上帝，你知无？迄个鸟仔在叫的声吼。你若看有够吵你若用另外一个角度，伊透早起讲来啊，咱做来学了上帝。空气遐好，来到遮要困偌久？安尼所以你看你用对一个想法角度伫遐看，
你一定听迄个风声，对无？听你一定去大自然，我做爱去咧大自然，咧爬山的中间，你会听，你有注意啊听啊。迄个风声可能咧来讲，你看到大自然迄个景色，可能来讲来哦，这位创造主是遐尼啊奇妙，通敬畏。我就是伫爬玉山的时阵看，哇！上帝，你的创造是遐尼啊水，感动，毋通来读新学院，你知无？伫迄个爬山的过程中间，规台车死无去，可能会跋落坑坎，石头村安尼若定，可能你捌听过牧师讲。伫迄个中间的感想，哇！上帝啊，因为你的手可能爱砸掉的，所以迄个大石头，亲像比迄个圣餐道较大的石头，若搁一点剩安尼尔，规台车就变落啊！我上尾第二个走出来，你知无？一看，哎哟，感谢主，13个只有我是基督徒啊！迄时阵是高中的时代，所以你讲伫迄个中间，你会当去感受到，哇！伫迄中间有上帝，你的圣手来保护、来拯救。若无我今日无徛伫遮，若无今日迄个牧师娘就无翁啊！毋是无翁啦，可能嫁别人啦。第一讲要呼召来，天地万物，你若真做是一个认捌主的哦，你着爱邀请来哦，咱来学来敬拜主为主。你捌共招来礼拜过无？你捌共招来，咱来唱诗歌无？来哦，咱来看上帝话，安尼好毋好？所以伫这中间，咱面对大部分占87篇。是遐哀怨的诗歌，哀怨人生，上帝啊，我苦啊，我惨啊，我害啊，安尼，因拢伫遐伫讲起，伫迄中间的环境也是讲伊所踮的所在。咱来看讲上帝呼召咱竞选，咱是要创啥？吼，咱做下读来，上帝就照伊家己的形象创造人，依照伊的形象创造因，有男有女。上帝说因对因讲，着生团。加天真多，充满全地，搁治理全地，嘛着管理海里的鱼、天里的鸟，甲地上所有的叮当的生物。这是上帝互咱的一个负责任的一个交代呢。交托咱啊，总是咱来想看觅咱有人啦、人类啦，有好啊伫咧管理这个土地啊无？人为无的举手。恁感觉人拢管理了真好？那安尼咱今仔就袂遐热啊，你知无？吼，所以伫遮咱来看，为什么上帝互咱有这个吩咐咱无好啊管理的时阵，你也看温度一压悬是为着啥？凉爽嘛，咱开冷气，吼。即马飞机哦，我最近咧看一个新闻，飞机咧改善着种迄款的。什么油啊？另外什么油较零排碳哦？种升值，也是讲另外一种会通摄搁你用遐油袂去排这二氧化碳哦。另外，咱看即马咧发明这个也是讲推广这个电动车嘛，但是拢各有各的利弊啦，对吧？拢有伊的好甲歹的优点甲缺点啦吼。咱来看，如果咱的环境若无好啊破坏，遮个你讲来哦，遮个天地万物哦，遮个树林哦，拢来学老上帝哦，着烧了要安怎学老上帝？咱来看这段影片啊，这是最近的一个新闻哦，较大声的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迁问题小组 IPCC 发布最新报告显示，地球升温已经达到了摄氏1.1度，而且呢，要在这个世纪末想要控制升温不超过1.5度的理想，现在看起来真的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了。不少的学者也认为，全球暖化这4个字已经不足以形容现状，应该要叫全球炙热化。199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 Z 世代将会是面临全球暖化最严重的时代。
史无前例的热浪、城市泡水跟越来越频繁的龙卷风灾情，都凸显出全球暖化的迫切危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迁问题小组 IPCC 发布最新报告，跟工业革命相比，现在地球升温已经达到摄氏1.1度，而在世纪末则是要控制升温不能超过1.5度，等于只剩下0.4度的空间。因为众多科学家认为，当地球温度升高超过1.5度 C， 面临到的致灾性洪水、干旱都会让人类难以应对。我们地球呢，最可以接受最差不能超过1.5度。这种炙热化对于极端气候造成生活上面的危机，已经在台湾已经发生了。特别是我们马上进入夏天，会一下子会越来越热，暴雨会频传。如果未来台风越来越强，这个对我们的压力会非常的大。不少学者也认为，全球暖化这4个字已经不足以形容现状，应该改叫全球炙热化。像是1990年中后期出生的 Z 世代，将是人类面临全球最严重暖化的世代。还有防灾学系副教授示警，特别是全球住在高脆弱地区的人，更会因为水灾、干旱、风暴等极端气候，而死亡的几率会高出一般地区15倍。比较低度开发中的国家，基础建设相对是比较差，它面对气候变迁对他们造成人民的伤亡，可能是会越来越严峻。当务之急就是得让减碳力道再加重，实现净零排放，才能缓解气候冲击带来的难题。OK。记者佮看到咱的心就愈来愈艰苦呢吼，愈来愈惊吓下袂。英国的这个官卫期刊吼，促进地球健康这个期刊发表讲，这个全球的炽热化炙热是安怎？你知无？你捌看到人迄个生鱼片咧自烧无？哦，所以咱爱真正恳求上帝怜悯哦，剩几度通好空间0.4度咧，哦0.4度，所以人一定咧想办法，嘛一直咧破坏，敢是哦？所以这个官委期刊讲吼，这个极端的气温每年造成偌济人的死亡，知无？甲你边仔讲超500万人啊，有可能咱是其中的一个哦。拄仔讲台湾嘛，遭受面临即款的危机。咱诗人讲来哦，咱来学了上主，你学了会开袂？这是咱的困境啦吼，这是咱的困境吼。所以伫遮，咱会看讲，恁遮的拢着称赞上主，因为只有伊的名受尊重，伊的荣光盘过天甲地。我要讲的意思是讲，伫咱面对的困境，你当咧破病，无事来讲来咱有存喜乐的心，你敢喜乐会起来？可能喜乐袂起来啊。可能想讲我着安尼啊，我嘛甲讲上歹着安尼啊，无要安怎？所以咱来转换一个念头，哦。第二，咱伫迄个苦难的中间，咱免怎伫遮学乐，咱免伫遮感谢啦，哦。所以你若去看以色列人上好即个大个团体吼，伫个中间要出来急，然后咧，我常常用这甲人传福音啊，就是耶稣伫约翰福音3章14节吼，14节讲摩西伫旷野野蛇吼，人子嘛爱受举起，就是咧讲民数记21章的第40到第9节这段的历史吼。本来你也看因要安怎行？要安尼直接过以东，要入去到伫迦南地，总是咧无爱互因过啊！哦，我著偏偏无爱互你过啦，无你要安怎？哦，因著爱洗啊，因著爱洗位迄个红海遐个路啊，搁洗翻倒头啊！所以开始大家著安怎？大家著爱嗨餐啊，带阮来遮要死哦！真正安尼甲摩西讲啊，顶礼拜有讲啥？阮伫爱去敢无忘地？你带阮来遮死无葬身之地，敢毋是安尼？哦，所以就嗨餐，所以有火蛇加着安怎？嘛嗨，无摩西啊，拜托个啊，你甲纠正者对吧？哦，摩西就甲上帝讲，上帝讲，好，你做一尾铜蛇用机关刮开，要仰望的人就会通伫遮来得到我。哦，所以咱有看见有对我去以色列的吼，去个约旦的尼泊山，你就能看见即个记号啦吼。所以伫遮咱有看见讲伫迄个苦难中间，我哪有法度啦？我哪有法度伫遮来学乐出来啦？敢有法度？圣经中有啊，保罗甲西拉对毋对？
你若看这以色列人头前无路啊，后壁有追兵嘛，顶礼拜咱敢看尔嘛。你学落会出袂？若有这危险、这病痛伫追赶你、伫困住你的时阵，你有法度学落啊。所以咱咧想讲诗人，你讲到遐简单，无需要你讲到遐简单。来啊，来学落，啊，都听甲袂动一来，要学落。哦，这是咱所面对的困境哦。所以保罗甲西拉，因无共款哦，换的就会使哦，来。咱做来读来差不多半暝啊，保罗甲西拉伫祈祷，吟诗学了上帝，其他的犯人拢注意伫听。来，忽然有大地动，地到加甲的地基摇拽，所有监门随时开，犯人的锁链拢落去。哦，所以你看有啥？有改变无？啊，你若一直伫遐海产无路啊，无路。所以，若有一个念头改变者，就出路。啊，无拯救的时阵，免哪伫遮来学落，这是拄仔咱讲的吼。无路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因就伫遮来海产阮会死伫遮，无毋茫啊。另外一个先知的以利亚，对无？拄仔太阳嘛，对无？太阳这巴力甲阿夏拉的先知一个人战偌济？850啦，对无？迄个阿夏拉甲巴力的西宫斗起来哦。所以咱有看讲，面对遐济挑战哦，有人讲450不管偌济啦，反正我一个人孤一个人要对付恁遐济，对无？那有法度，但是上帝甲伊三甲同在，但是咧。亚瑟别甲呛声讲，我讲你就是要去死啦，要去死啦做一个先知拄仔开始就安尼赢过，这个巴力甲阿夏拉先知总是咧活转身尔，就开始伫遐哀怨啊，上帝啊，就走无路啊，上帝互伊带伊去基律师对无？伫迄中间来闪避走路要闪避亚瑟别。因为伊甲恐吓啦，讲要互伊死，要互伊死安尼啊。无拯救的时阵，连先知、连做牧者的、连忠心嘛安怎？咱嘛会爱呢，免哪学落所以这个经文拢在甲咱讲咱会当家己看伫出来记记14章10节到11节亚瑟别就派人甲以利亚讲明仔载这个事我要安怎？要爱你死啊！对无？所以伊就赶紧走啊，然后伊就走到迄个罗亭树，伫迄中间就坐咧求上帝安怎？求死呢？做一个先知求死啊！后壁讲教野啦，上主啊，但求你赐我的性命，因为我无比我的列祖较强。上帝拢互伊看到遐尼侪神迹奇事啊，伊嘛是安怎？嘛是冷心倒退，嘛是软弱落来，你我拢会啊。所以伫遮咱有看讲，这拢咧提醒咱面对这，要讲来学了上帝无简单呐。总是如果咱若转换一个念头，咱来试看觅转换一个念头，亲像诗人咱读过咱做下读来，你是神的上帝，你用一切的称赞做宝座。所以表示讲，拄啊，咱的学了，咱若好啊学了，咱伫。唱圣诗，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大主宰，全能的君王。你若好好啊，伫遮来学了来敬拜你知影？你得为着上帝来备办迄个宝座啦。另外有一个翻译叫做居所啦，就是伊大的所在。安尼就是表示啥？诗人伫遮咧讲，第22篇诗人咧讲啥？伊甲历世代下遮祖公祖先讲上帝拢怜悯听因的恳求呢。伊讲你是神的上帝，你是用以色列的学了赞美做宝座。伊伫学了讲上帝当因学了的时阵你有听因的祈祷呢？你知影即句话后壁是接啥？即句话是接上帝莫离开我，莫离开我，是表示讲上帝毋插因。离开的意思，这个诗篇的作者伫遮，我哀求你拢无要听伫后壁
所以咱的娱乐，你若好啊娱乐，毋是一个表演的，是一个你真正不管唱了好，唱了歹。你讲牧师啊，我的声就无好啊，高声去食后。讲如果你若用心咧唱吼，高声去食后啦，听有无？听无哦？就足歹听的意思安尼。无你听狗仔咧吹狗咧，你听看觅哦。不过你若用你的专心，我的专心专人，而且学了就是上帝哦。不管你的声好歹，伊拢要感纳啦。啊，你知影伊感纳表示讲，我甲你三甲做伙。哦，所以你忧伤的时阵安怎？我甲你伫地，我无离开你。毋是像诗讲上帝啊，上帝啊，莫离开我，莫去杀我。所以诗人咧讲，我的祖先因安怎祈祷，安怎你听因的祈祷，接纳因的学乐，甲因三甲同在。所以我嘛袂啦。所以我伫我的消极、我的困境、我意志消沉的时阵哦，求你来帮助我，安尼好毋好？哦，所以当你学乐敬拜的时阵哦，上帝就甲你啥同在，伊的宝座，表示讲伊的居所，就是伊甲你同大。伊若甲你做伙大，表示啥？我所有拢甲你保护啦，甲你供应啦，亲像拄啊迄个话共款吼。这是拄啊我咧讲，咱来读来。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是安怎放杀我？你是安怎离我远？毋救我，毋听我的吼叫。我的上帝啊，我日时求叫，你无应我，我年时求叫，无得到安宁。所以接拄啊迄个讲，以色列学乐是真做你的宝座啊！我求你莫离开我安尼啦吼。所以诗人，咱看头前拄啊讲哈利路是代表啥？甲你的边讲学乐，啊亚咧，要亚啥？亚是啥？亚伟的意思啦吼，亚是亚伟是耶和华，迄个原文的亚伟吼是耶和华上帝的意思啦。所以哈利路亚是代表啥？学乐上主安尼啦，所以咱咧读诗篇146到50篇，150篇，你也注意，你若去滑手机显第一节就学乐上主，上尾咧学乐上主，所以被称作啥哈利路亚的诗歌。所以后壁这4、5篇就是咧学乐吼，所以伫遮咱知影讲学乐会带来啥？学乐带来上帝同在以外，学乐上帝甲你三甲同在，就带互你气力，会通突破你即卖屈调啊忧啦。你毋知要怎面对，会通突破你的苦难。咱再做伙来读这段圣经。来，伫惜安悲哀人，耶稣因花冠代替恢复，欢喜的油代替悲哀，称赞的衫代替忧伤的心。因受称作公义的上手，是上主在前的，要显明伊家己的荣光。所以伫遮咱有看上帝要赏赐咱喜乐来代替啥？你的悲哀，所以你学乐上帝啊，我学乐感谢你。啊，你要学乐的时，你莫选遐个口条好无？哦，你选的这种信心的起造，啊是讲我要学乐你，吼，亲像拄啊，我要学乐你，吼，哦。上帝，你互我头会打悬的吼。第二咧，就讲伊学乐的衫要代替啥？忧伤的心啊！你若学乐咧，发觉讲遐忧伤的灵暂袂掉，伊就爱刷开。公义手就是要互咱吼得到上帝的公义甲自由，要帮助咱有尊严吼，伫内底有尊严。所以这重点拢要伫遮提醒咱讲，你若伫苦难中间，你若改换一个念头，好，我试看觅，我来这个时阵，我来学乐上主，我伫遮来唱歌，我 YouTube 甲开落，我来点啥？哦，赞美之前做者学乐的诗歌嘛，有关赞美，你若拍赞美，有真侪学乐的诗歌走出来，你凊彩点一首，你来听看觅，你来改换迄个态度，迄个念头先。即爱讲喜乐要取代你的悲哀啦，学乐要代替你的忧伤的心啦，过来有公义的手要来赏赐你，互咱会通真正得到自由。学乐是一个脱出迄个苦难一个真要紧的即个关键。所以保罗甲西拉因去用修理甲金死死，但是咧，当因半暝伫遐学乐，伫遐学乐上帝，互修理甲金死死，佫会通学乐上帝，发生啥物代志啊？
哇，大地动啊！有人咧开玩笑，说上帝吼，听你咧欢喜，伫遐咧学落伊吼，伊骹小可震动者安怎？都地动啊，你知吼？啊，所以刚刚问到，迄是人咧伫遐咧讲故事安尼啦吼。不过真正上帝若要帮助你吼，只个锁链拢无法度甲你锁掉的啦吼。最后一个就是安怎？学落要成做精神得胜的武器啦，就种。当你学落的时阵，圣经有对甲咱讲啊，你看约沙法王约沙法吼，约沙法伊安怎面对着这阿文人哦，面对着这个外邦，要伫即个中间圣经讲哦，率领大军队，要伫遮来甲因攻打的时阵哦，惊吓甲因唱声，要甲因攻打的时阵哦，伫迄个撒母耳。伫历代志吼，历代志遐拢有写，就是讲伊安怎面对迄款的危机吼，要甲因攻击的时阵吼，圣经的历代志下这20章20到22伫遮咧讲安怎？当因伫遮咧伫圣殿内底伫遮咧学落敬拜的时阵，就种伫上帝面头前伫遐咧敬拜时阵，上帝话临到因讲，恁吼。学落就好啊，剩的我就安怎征战在地我派军队伫遐为着恁来征战，所以咱做伙来读来，隔日因早早起来，出去提高的旷野，出去的时约沙法徛地讲，犹大人甲耶路撒冷的居民，听我讲，恁着信上主，恁的上帝就会徛在，信伊的先知就会得胜。因甲人民参详了后，就设立唱歌称赞上主的人，互因行伫军队的头前，称赞圣洁尊贵的上主，讲着感谢上主，因为伊的慈爱煞到永远。因一个唱歌而欢呼的时，上主派埋伏的兵攻击，也会来攻打犹大的阿门、摩押、甲以东人，才会对着就受拍败。安尼讲着啥？设立啥？圣歌队，设立诗班，设立敬拜团，安尼甲一唱落安怎？啥物人为着恁出头？上主为着恁出头。所以当你若艰苦的时，你得甲唱落，对无？啊无招人甲你斗唱，两个三个，安尼甲唱落的时阵，早起唱了好听无？好听嘛吼，毋是指挥高指挥啊，是因好听哦，唱了好听。较要紧的用迄个心来唱。因为牧师娘一直甲我落，你来指挥啦。我讲我若无答应，就歹过去，你知道？主要是吼，兄弟姊妹，咱来学落对心底学落出来是，上帝为了咱出头呢，上帝为了咱征战呢，安尼好唔好？当然嘛好。所以你安一唱歌落呢，所以参加圣歌队、参加敬拜的诗歌班好唔好？你知影你是都有上帝尊荣同在咧，所以一唱出来吼，迄个邪灵斩袂掉，因就要受拍败吼。所以咱伫上尾遮咧讲啥？伊互伊的子民强盛，若华语的讲举起百姓的角，角就是代表力量，代表气力代表强盛。所以，互伊的子民拢称赞伊，就是遐个清君主的以色列子民，哈利路亚，称赞上主有无？尾啊迄句啦称赞上主也是讲赞美上主好，伫遮咧讲啥？有一位拯救要为着咱出来，毋是敢贵哦。伫遮嘛咧有标，有一位拯救。来，咱来看讲这个拯救的角，也是讲百姓的角咧讲啥？做伙来，着称赞主以色列的上帝，因为伊有看顾佮救赎伊的子民，伊对伊的仆人大笔的家，甲咱设立一位有大气力的拯救者。叫伊伫古早通过伊圣先知的嘴，应允讲，伊要拯救咱，脱离咱的对敌，
脱离一切万分咱的人。人的手。哦，这咧讲啥？甲你迄边讲耶稣，耶稣为着你来，耶稣为着你来拯救，耶稣为着你来出头，耶稣为着你来解你的忧愁，耶稣伫你中间讲来，既然劳苦担重担来到我遮，我就互你得到安息。所以求出来帮助咱吼，你需要耶稣。你若伫咧喊的时阵，你需要啥？甲你的边讲需要耶稣。咱需要耶稣，才会通面对着这世代环境愈看愈惊啊，愈看愈惊。你着祈祷，你着学咯。啊无你若逐工看新闻，你会愈来愈起笑话讲，对无？愈来愈惊吓，愈来愈不安。总是咱若来看上帝话，你就愈来愈平安，愈来愈毋忙。所以咱来回应讲啊，我要伫任何的环境，我要来学罗主。我要安怎？我愿意来哦，来，请咱起立哦，来哦。咱做伙来起立对啦，来学了咱主，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了耶和华。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了耶和华，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心啊，你着学了耶和华，世间万物拢着学了伊。春夏秋冬，四季变化，咱的主是为客的看顾，伊大地人。大声称颂你，我的心神，你着学了耶和华。对头来，我心神啊，你着学了耶和华，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了耶和华，世间万物拢着学了伊。春夏秋冬，四季变化，咱的主是为客的看顾，伊大地人为大声称颂伊，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了耶和华。春夏秋冬，四季变化，咱的主为客的看顾，伊大地人学了为大声称颂伊，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了耶和华。做伙来祈祷，主，阮知影春夏秋冬天气候一直在变化，威胁着阮的生存，阮的身躯随着阮的年纪嘛渐渐在衰老。阮所面对的病痛，有当时超过阮所会通担的。总主，你知影阮会通承受偌济？伫阮哀怨的中间，阮要唱诗言讲来哦，来哦，阮要来学罗你，来称赞你，愿主。